踏入30歲之後，真係唔可以唔認老啊！每日收工返到去咧，淨係對住部電腦，有成日捱夜。第二朝照鏡啊，塊面好似黃面婆咁樣，摸落去啊，仲有少少暗粒添啊！偏偏我又好懶啦，好少去美容院咧，坐喺度做成個鐘頭嘅 treatment。好彩俾我遇到佢 ，Titanium Bye Bye O2。唔好睇佢細細支啊，佢係西班牙製造家用醫學級嘅 peeling，屬於業內頂級 premium 嘅級別，可以將美容院足足要用1個鐘做嘅高強度煥膚療程，而家直接濃縮成為2分鐘居家 peeling，真正做到 anywhere anytime， 無論係屋企定係去旅行，隨手都可以做。以前我好怕做 peeling 㗎，因為我好驚佢揦傷我塊面。但係佢採用高端發酵技術，融合納米級煥膚極微細因子，唔會刺激表皮，而係秒速穿透，精準令啲老廢細胞同埋角質自動分離，仲可以深入毛孔，液化頑固油脂，黑頭粉刺都少咗好多啊！洗完面之後塗勻全面同埋頸，盡量避開眼位，等2至3分鐘之後用清水清洗乾淨。清洗完之後，你會見到塊面即刻靚晒，連摸雙手都亂滑咗好多啊！將捱夜嗰啲暗沉、痘印、色素通通帶走。最神奇咧就係佢會深入我哋嘅真皮層，激活膠原，增厚我哋基底密度，連啲細紋都填平咗添啊！以前搽極都唔吸收嘅護膚品，而家一搽注滿光澤。如果你好似我咁30幾歲，成日捱夜又冇時間去美容院，但係又想啲皮膚咧好似20幾歲咁樣，咁呢一盒值得你一試啊！記得用完之後咧敷翻塊好保濕嘅 mask，個吸收啊大 upgrade 啊！